今日我哋會透過一本好溫暖嘅書，帶大家進入一個充滿覺察同埋智慧嘅世界——日本嘅茶道。呢本書嘅書名係《日日是好日：茶道帶來的15種幸福》，作者係森下典子。起初同好多人一樣，覺得茶道係一種老掉牙嘅傳統技藝，或者只係有錢人嘅休閒玩意，完全唔明白點解要學。但係喺呢段漫長嘅學習旅程之中，佢發現咗茶道帶嚟嘅15種幸福，以及有好多令人開悟嘅時刻。究竟茶道有咩咁神奇，可以令到人覺得日日是好日呢？森下小姐開始學茶道係由佢媽媽介紹嘅，認識咗武田依依。武田依依係一個茶人，氣質優雅，俾人一種好唔簡單嘅感覺。森下小姐第一次去武田依依嘅屋企，就俾佢茶室嘅空間同埋庭院嘅景致吸引住。第一次上堂，老師冇講乜嘢大道理，只係直接俾咗一塊紅色嘅布，叫白紗，要佢哋學點樣摺疊，然後學點樣去擦抹裝抹茶嘅棗，一種漆器。老師教佢哋用摺好嘅白紗喺棗嘅蓋上面輕輕畫一個踢字，一個日本嘅平假名字母。森下小姐嗰時諗，點解要畫踢呢個字呢？隨便乾淨抹咪得咯。但係當佢問老師點解要咁做，或者點解要轉動攪動茶筅嘅時候，茶筅呢，即係做抹茶嗰一個抹茶嘅刷。武田依依嘅回答令佢好意外，甚至令到佢覺得有啲反感。武田依依話：理由並唔重要，重要嘅就係照住做，唔識都唔緊要，照做就可以啦。老師仲話，茶道最講究嘅係形，先做出形之後，再喺其中放入心。呢種學習方法同學校嘅完全唔同。學校老師會鼓勵我哋問問題，學習思辨，但係茶道老師就叫我哋馬上做，唔准諗，手自然就知道，聽手嘅感覺行事。森下小姐覺得自己好似被鎖喺一個箱嘅裏面，感覺做嘅動作冇一樣係啱嘅，即使重複咁做，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。老師唔俾佢死記動作嘅順序，只係強調最重要嘅係練習次數。老師仲話，手腳自然就知道下一步點樣做。經過幾個月，令人驚訝嘅事終於發生啦。暑假之後，森下小姐有1個月冇練習，再返學嘅時候，手竟然不自覺做出正確嘅動作。佢腦裏面仲未諗到下一步，隻手就已經做咗啦。武田老師笑住咁話：嗱，睇下，唔使諗，相信自己對手就係咁解。原來不斷重複嘅一個一個嘅小動作，點點滴滴串聯起嚟，不知不覺間就會變成一條線。喺呢個時候，佢哋嘅茶道動作先至開始變得暢順。但茶道嘅學習唔係一條直線，老師每個禮拜都會更換道具，由夏天用嘅風爐轉到冬天專用嘅爐，連坐嘅位置同道具擺放都會跟住變。每次轉換，森下小姐都會變返好似啱啱入門嘅初學者咁，感覺回到原點。佢曾經好抗拒，覺得點樣努力都只係徒勞無功，但係老師就話：好好轉換心情，依家只要專心眼前嘅事，集中精力於當下。呢種不斷重複、不斷適應變化嘅過程，其實就係茶道嘅精髓之一。喺呢個過程之中，個腦冇辦法胡思亂想，只能夠集中精力於當下。喺全神貫注嘅幾秒鐘內，腦袋可以處於真空狀態，抽離所有嘅煩惱。學習茶道唔單止係學規矩同動作，更重要嘅係打開我哋嘅五感。
森下小姐話，以前雨水對佢嚟講只係從天而降嘅水滴，泥土冇乜嘢氣味。但係學咗茶道之後，佢喺雨天會聞到大雨激起大地嘅獨特味道，聽到打落樹枝上與眾不同嘅聲響，甚至可以用嗅覺分辨出滿園溫潤嘅泥土芬芳。茶道令人重新發現季節嘅奧妙。以前作者只係覺得季節係分為好熱同好凍，冇其他啦。但係學茶道之後，佢就識得分辨唔同花嘅開放順序，包括梅花、桃花、櫻花、紫藤、杜鵑、菖蒲、紫陽花、骨子花等等，令到佢認識24節氣。茶室中嘅道具、花材和果子全部都會跟隨季節而變化。武田老師會刻意安排唔同嘅茶花，教佢哋名稱同埋背後嘅意境，例如花佛、二人正、一人正，呢啲名稱都係古人從植物嘅姿態聯想出嚟嘅。呢種對季節同大自然嘅細膩覺察，其實同花道嘅精神好似。花道都係強調順應自然，感受季節，將大自然嘅生命力帶入室內，透過花同埋枝葉嘅姿態表達意境。花道同茶道都係透過具體嘅藝術形式，將人同大自然重新連結起嚟。喺茶室裏面，經常會見到一幅字畫，寫住日日是好日。作者開始都唔明點解，只係覺得每日都係好日子咯。但喺一次落雨天嘅茶道課裏面，佢突然對落雨聲有咗好深刻嘅體會，發現原來冇真正所謂唔好嘅天氣，只要能夠享受雨天，任何日子都可以變成好日子。喺呢個時候，佢先真正領悟到日日是好日呢句禪語嘅意思，就係要接受同埋活在當下。無論遇到乜嘢事，每一日都係獨一無二嘅，都係值得珍重珍視嘅好日。呢個體會令佢深受衝擊，決定以後都要帶住呢種感受去生活。茶道中另一個重要嘅概念係一期一會，意思係一生一次機會。喺古代，生命無常，每次同朋友相聚都可能係最後一次。即使係相同嘅人，舉辦幾多次茶會都好，每一次都唔會完全一樣。所以每一次茶會，無論係主人或者係客人，都要用心去做，當成一生只有一次嘅機會嚟對待。作者經歷咗父親突然離世之後，更加深刻體會到一期一會嘅真正意思。佢明白到幸福嘅時候要100%真心體驗，因為呢個係人生唯一可以掌握嘅。對於重要嘅人，就要好好珍惜相處嘅時候。呢個概念唔單止適用於茶道，更加係對人生嘅重要啟示。作者學咗茶道10幾年，仍然覺得自己有好多地方唔識，會犯錯。甚至一度佢覺得好自卑，覺得自己唔適合學茶道。但茶道老師嘅教導並唔係追求完美無瑕嘅技巧，而係一種習藝精神。武田老師強調，練習嘅時候唔可以記筆記，唔可以死記，要相信自己對手。佢哋學咗10年，老師仲會提點手指嘅動作。老師認為學得再耐都應該好似當初開始練習嘅時候，處處留意。茶道嘅學習唔會設時間限制，有啲人可以早啲開竅，有啲人就可能慢啲。答案冇對錯，冇優劣之分。茶道包容各式各樣嘅人。雖然茶道禮法嚴謹，幾乎冇自由，但係喺呢個框架之外，其實係有好大嘅個人空間。同學校教育相比，
學校裏面就係同其他人去比，而茶道就係希望人能夠同琴日嘅自己去比較。作者喺茶會上面遇見一個80幾歲嘅老人家，佢同佢講：嚟茶會學習真係好開心啊！喺呢一刻，作者明白到學習係一生持續自我成長嘅事。呢種認知唔係老師可以教嘅，亦唔係競爭出嚟嘅結果，而係作者一點一滴領悟後揾到嘅答案。茶道亦提供咗一個讓人靜歇嘅空間。喺茶室聽到茶壺煮水發出嚟嘅聲音，稱為松風。呢個聲音可以同內心嘅聲音融合。當老師喺水滾之後加入一殼嘅冷水，松風聲就會暫停。喺呢幾秒嘅靜寂之中，腦海可以進入一種真空嘅狀態，獲得比睡眠更深沉嘅靜歇。茶室矮小嘅入口，象徵住放下外面世界嘅重擔，回歸本真。無論係戰國武將定係現代人，喺茶室裏面都可以得到片刻嘅平靜。學習茶道25年之後，森下小姐回望呢段旅程，佢話茶道包容各式各樣嘅詮釋。引文開始，有人品命就有茶道，或許茶道就是人本身的映照。引文結束，佢同另外一位學者開始嘗試教茶道，因為教學就係最好嘅學習。茶道唔單止係沖一杯茶、食一件和果子、欣賞一件茶具咁簡單，佢包括咗對季節嘅感應、對當下嘅專注、對無常嘅體會、對人際關係嘅珍視，以及不斷向內探索同自我成長嘅過程。正如書名所講，茶道帶嚟嘅係15種嘅幸福，係令人能夠日日是好日嘅生活智慧。茶道對季節、自然、簡約、專注同內在平靜嘅追求，其實同好多日本藝術都好相似，例如花道，同樣強調花材同埋季節嘅連結，透過留白同線條表達意境，將花道者嘅心境融入作品之中。又例如日式嘅庭園，其實係自然景觀嘅縮影，引導我哋去感受四季嘅變化同埋萬物生滅。呢啲藝術形式都係日本文化中道嘅體現，係一種自我學習、向內觀照嘅過程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其實呢一本書曾經被改拍成電影，由已故嘅樹木希林所主演。喺電影裏面，透過點子學茶嘅過程，感受到對生命嘅淡淡然，非常之好睇，亦非常之推介大家去揾返嚟睇。希望今日分享呢一本《日日是好日》同茶道嘅哲學，能夠俾到我哋一啲嘅啟發。喺我哋日常忙碌嘅生活之中，不妨都揾一啲嘅時刻停低，專注喺眼前嘅一件事裏面，可能係為自己沖一杯茶，或者只係靜靜咁觀察窗外一棵樹嘅變化，用我哋嘅五感去感受當下。相信我哋都可以喺平凡之中發現屬於自己嘅好日。好多謝你收聽到呢一刻，希望下次再見。